9号以选举开放登记第3天，台南市长黄伟哲31日上午10点，伫大批党籍平台陪同来到选委会登记参选台南市长。伫陪同者当中，党籍立委差不多拢全员到齐。咱会当看到陈廷辉、林俊宪、林怡景、罗慧媛、郭国文等立委。伫议员的部分，嘛会当看到区丽丽、郭清华、单一丁、吕维印、蔡小薇、沈振东、李启维，以及强棒新人蔡立青、朱正轩、林依婷、周家伟等人，也做出大团结气势。今天民进党我们各位委员各位议员、先进以及许多的支持者他们都一起来在这个时间一起来表示对于民进党价值的支持，以及对于台南市政延续的一个期望。我们希望说，背负着很多市民的期许，以及党内我们所有的同志的一个期许，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好的统哭，整合好我们民进党，然后团结打赢这个市长的选举，议会过半里长全部都当选。挺台南继续拼，黄伟哲表示，这3党的努力为市民所建设争取的，现在已经呈现伫市民眼前。欢迎市情要延续无？要继续拼无？所以我想这3党外来，咱行过的路所做的建设，为着市民所争取的，伫这边的选举中间，咱要呈现伫呈现在咱的市民的面头前。伫这3党外来，咱中央甲地方一条心，中央的立委包括咱的行政团队，伫咱的蔡英文总统、苏贞昌议长以及咱各位立委，大家协同之下，台南市争取了足侪中央补助的建设，不管是北外环，不管是南科3期，不管是其他足侪建设。就感谢咱蔡英文总统，咱的罗清德副总统，咱的苏贞昌议长以及中央政府。距离选举投票日只剩80多天，黄伟哲希望大家会当维持一个良性的互动，莫人身攻击，莫不实指控。伊也期盼整合团队资源，让台南市继续发展，市政继续拼，为市民提出一张上好的成绩单。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